企業網絡最常用嘅路由協議係咩？就係 OSPF， 考試都最中意考佢。OSPF 全名係開放最短路徑優先協議，屬於鏈路狀態路由協議。每部路由器都有完整嘅網絡地圖，全部傳入 LSDB 數據庫入邊。佢會用 Dijkstra 算法，好似導航咁計出最快去目的地嘅路線。OSPF 係無類別路由協議，完美支援 VLSM， 分派 IP 更加靈活。佢用 Area 區域概念嚟做分層設計，令大型網絡管理更輕鬆。OSPF 嘅度量值叫做 Cost， 係根據接口嘅頻寬嚟計算嘅。佢仲支援等多條路徑一齊行數據，而且網絡有事嘅時候反應極快。OSPF 用特定嘅組播地址傾偈，分別係 224.0.0.5 同 0.6。記住啦 ，OSPF 嘅管理距離 AD 值係110，代表佢嘅可靠程度。佢嘅協議號係89，直接包裝喺 IP 層上面，唔使靠 TCP 或者 UDP。CCNA 最中意考單區域配置同除錯。之後我哋一步步教你做。